来看推动7档的上架工资法咯，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咯。未来制定工资的时阵，就要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， 嘛规定讲薪水袂当比上架工资更较低，违法上最当罚150万，卖来公布头家的名。文字修正决议，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。有关劳工权益的上架工资法，12朝野党团甲及党员。经过表决了后，总算三读通过。因为目前基本工资的调整是以基本工资审议办法，敢若是行政命令。2016年总统蔡英文提出定出上架工资法的政见，甲行政命令提升做法律。经过7年了后，总算完成立法。最低工资法在朝野的共识下通过立法，也让基本工资的一个审议程序自命令提升到法律的位阶。最低工资法虽然完成3读，但基本上我预期最低工资法途径形式没有办法发挥它实质的功能。上架工资法明定，上架工资审议应该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，拟定调整的幅度，嘛当参考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的指标，而且规定由上架工资审议会负责审议。劳动部应该在会议结束了后的30天内，在官方网站把会议记录公开。除了审议会认为有另定实施日期的必要，经过行政院核定以外，为过当年的1月7日开始实施。今天看到最低工资法终于3读，我只能说，这不过是执政党为了挽救选情，才终于赶在这个会期的尾声，才通过。如何创造一个友善的劳资共荣的环境，并且合理的分配经济果实，这个才是长远的、长治久安的政策目标。上架工资法嘛明定，劳资双方议定工资，袂当比上架工资更较低。若违者罚2万至100万的罚款，情形若严重的，会加重罚到150万，而且会把伊的名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